一直都想做黃柳霜咁嘅人。喺個紀錄片入邊，我第一次見到佢，佢好似我喺無根嘅地方長大，唔屬於呢度，亦唔屬於我哋出世嘅地方。佢係第一個紅遍荷里活嘅華人女星，而我一直都想做一個明星。有人話會令我發光發亮。我搭咗第一架巴士走，請注意安全。再坐第一班飛機嚟到呢度。而家我淨係想啲光熄晒，啲燈滅晒。嚟到呢度，我先知道耶穌原來係黑嘅。我唔識祈禱，但我日日求佢快啲完啦。主啊，求你殺咗我。有時佢會畀我一啲夢，啲夢入邊世界完咗，所有嘢都停咗。琴晚佢送咗一個最後好靚嘅夢畀我，我夢見自己變成咗黃柳霜，然後一切都停咗。